凡圣同居土，内院有菩萨众，外院有天人众。虽两者同居一土，却好似世间人鬼杂居，无缘则两不相见。兜率天是欲界第四层天，因为弥勒菩萨上升彼处，待天寿中在下适度尽世尊一众，而共成正觉，受500亿天子福的供养，建设内院外院，史称弥勒净土。实则兜率天是一生补处菩萨所居，释迦佛未成佛时，亦居彼处。因此，在龙华三会位置之时，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行菩萨道，为人天说法，是为众生求生彼土，可得见未来佛闻法而先不退堕之利基。求生内院之修持，弥勒内院即是一生补处菩萨之所居。众生往生内院，即属补处菩萨，未来当来成佛。所以，上升弥勒内院即属正觉开悟之契机。依弥勒法教修行，当以6世行法多修多分，而成上中下3品上升彼处。当然一世修成正觉，非莫大根器者无法真治，所以依然仗是弥勒大愿之摄受。先行气因此宜上增，再求开悟。是以故，内院之上升必然是众生自发之愿心，以求气引。换言之，已经修6世之精勤愿力，融入弥勒愿海而上升内院。再是修子若为弥勒慈心所摄受，确实体悟弥勒大慈宏愿之真意，随时随地尽力帮助同胞一切众生，使之得法喜道悦，并勤行素食、护生、守戒、十善，恭敬弥勒慈尊，勿参自信，皆引有缘人，不计苦乐，不避烦恼，不喜涅槃，不惧生死，如此方不愧身为代天宣化之白羊贤良，一服上升兜率陀天之弥勒接引本愿也。故符合接引本愿者，须符合以下情形：一、求道，白羊应运受名师受记点化，即成弥勒眷属，领受白羊三宝心法之传承，当下即与弥勒祖师印心。二、信仰弥勒法门，白羊三宝心法，持念弥勒佛号，白羊弟子早晚献香及诵读愿忏文。三、修习弥勒慈心，与弥勒慈心三昧相应，即慈心不杀，持斋如素，累世修持的弥勒因缘，以自家行持，以其能得上升兜率天弥勒内院，在天上集结未来人间殊胜因缘，而要与弥勒祖师同住天盘，须有相当之累世修与过去因缘。多帅天！兜率天乃凡圣同居土，多帅天！内院有菩萨众，外院有天人众。虽两者同居一土，却好似世间人鬼杂居，无缘则两不相见。兜率天是欲界第4层天，因为弥勒菩萨上升彼处，待天寿中在下适度尽世尊一众，而共成正觉，受500亿天子福的供养，建设内院外院，史称弥勒净土。实则兜率天是一生补处菩萨所居，释迦佛未成佛时，亦居彼处。因此，在龙华三会位置之时，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行菩萨道，为人天说法，是为众生求生彼土，可得见未来佛闻法而先不退堕之利基。求生内院之修持，弥勒内院即是一生补处菩萨之所居。众生往生内院，即属补处菩萨，未来当来成佛。所以，上升弥勒内院即属正觉开悟之契机。依弥勒法教修行，
当以六世行法多修多分，而成上中下三品上升彼处。当然一世修成正觉，非莫大根器者无法真治，所以依然仗是弥勒大愿之摄受，先行气因此宜上增，再求开悟。是以故内愿之上升必然是众生自发之愿心，以求气引。换言之，已经修六世之精勤愿力，融入弥勒愿海而上升内愿。再是修子若为弥勒慈心所摄受，确实体悟弥勒大慈宏愿之真意，随时随地尽力帮助同胞一切众生，使之得法喜道乐，并勤行素食、护生、守戒、十善，恭敬弥勒慈尊，勿参自信，皆引有缘人，不计苦乐，不必烦恼，不喜涅槃，不惧生死，如此方不愧身为代天宣化之白羊贤良，一服上升兜率陀天之弥勒接引本愿也。故符合接引本愿者，须符合以下情形：一、求道，白羊应运受名师受记点化，即成弥勒眷属，领受白羊三宝心法之传承，当下即与弥勒祖师印心。二、信仰弥勒法门，白羊三宝心法，时念弥勒佛号，白羊弟子早晚献香及诵读愿忏文。三、修习弥勒慈心，与弥勒慈心三昧相应，即慈心不杀，持斋如素，累世修持的弥勒因缘，以自家行持，以其能得上升兜率天弥勒内愿，在天上集结未来人间殊胜因缘，而要与弥勒祖师同住天盘，须有相当之累世修与过去因缘，